一段段脍炙人口的京派旋律中，流淌着的是经典的形象、难忘的故事。从严兰珍到祥林嫂，从江水英到许广平，从李秀英到崔莺莺，我看过许多金彩凤的演出，一个个鲜活的形象，她那委婉中见刚劲，昂扬中显深情的唱腔，几十年来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今晚，各路弟子汇聚一幅舞台，将为大家呈现一台金彩凤舞台艺术专场的特别之作。我看过金彩凤的表演，特别是彩楼记这个人物，是他塑造的最有特色的一个形象，也是他念念不忘的良师益友黄沙亲自指导的戏。一出出京派艺术经典剧目的诞生，正是他们俩为粤剧艺术事业携手奋进的最好见证。彩楼记剧中人的甘苦与共、不离不弃的相守，也让人联想到台上台下共同走过风风雨雨的粤剧黄金。小弟话来呀！太相亲。
娘我扶你过去。小弟。今日便探他好了，将我怎样上去呢？哎呀，娘我也扶你过去啊。你前面领路。抬头只觉红尘情，抬头红尘情，哎呀！现在我此事归尽。不原谅，现在新年了。
山走长途，只觉得腹中饥饿终于痛爽。哎呀！现在我走不动了，快去固定轿子来。轿子？哎呀呀呀呀！这荒郊野地，到哪里去找轿子啊？小弟，全小弟莫心焦，不远就是我家园。放小弟起身来，慢慢一步向心慌。听得兄弟来相劝，不愿用我心慌。采菊是我亲手泡菊，在他回家去讨用，终于可知应承受，就是家痛从我，家痛从我多过光。现在走，好，走。我们走啊！天边雨落我也走。小弟，哪怕他千山万水路途远。小弟，你慢地走啊！小弟，你慢地走啊！小弟，到了！现在在哪里呀？在这里呀！啊，这里算是贵府。寒山，是什么贵妇啊？连房子都没有，是什么寒山？这就是房子啊！这是一个土墩墩，怎么说是房子呢？这个土墩嘛，就是房子啊！小弟，不要地哭！现在我不哭，我这是手里没有房子。小弟，不用烦恼，等我们事后私有发觉，不出考虑并地去，哪怕没有房子啊！可是事情是在这里，岂不凄凉啊？哎，小弟，你看此地山花土香，莫着动居，青山绿水是百鸟争鸣。你闹得很，不会凄凉的。哦，小弟，门在哪里呀？这就是门啊，这是一条破鞋子。这叫做院门。好一个院门。小弟，这门外看似如此，可是这里面啊，倒是比喻一番风光哦。里面还比喻一番风光，把俺们看这个风光嘞。哎呀，小弟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头棒痛了。你怎么不小心？我来与你敷敷头。啊，小弟，带我先进去，双儿用手搀扶小弟。哎，小弟，来。哎，小弟，这是离门一路，进来可要低头的哦。哎，小弟，
了，进来了。对，可以的，起来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不好不好，王子倒下来了，王子倒下来了啊！小弟不会到底，不会到底，只是用火烧炼过的，坚固得很哦。哟，这王子烧得好巧啊！没有梁，没有字，没有谁，也没有瓦，真像一只谷子。哎，明明是房子，怎么说它是谷子？小弟，这有个药啊，什么呀哈？叫做安乐苦啊。安乐苦。启伯门君子食无拒饱，居无拒安，由此图药，我安而居之，岂不是安乐苦啊？好一个安乐苦啊！现在大厅在哪里？大厅，哦，在此地。子王在哪里？子王啊，也在此地呀。那我王又在哪里？我王嘛，也在此地嘛。哎呀，现在我看你呀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笑什么啊？喏，大厅在这里，子王在这里，你的我王也在这里。地方只有这么大小，只好都在此地呀。哎呀，那真是巧极了。巧什么啊？巧的我的娘没有见我家长，要是有，现在你看该往哪里放哟？对呀，小姐没有家长，小生没有厅堂，真是巧啊，不必取笑。现在，这个破布头又有什么用处啊？谷子，这样小，够谁吃完呢？我一个人吃也就够了嘛。哎，时间2公上了。对呀，事情有你我后人了。我蒙正一时，家口正多，紧张事哦。小姐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一人吃完，一人再吃。哟，那岂不累苦了我？小姐，不用着急，等我明天买一个大的。你这样大的，也是够你我二人用了。最好了。现在，这些杂草又有什么用处啊？这是啥？什么草？叫做养生草。养生草。小姐，不瞒你说，这是我夜里晒的上铺啊。这是你夜里晒的上铺。真是。哎呀，现在，那么也在这上面晒嘛。我也在上面晒。小弟，晒在这上面暖和得很哦。我本是相夫，千金女，生长在虚伪境地难国中。今生已大差中年，临生难当。
小姐待我情意重。都得小弟金口玉言，此次小弟请上随我一把，一把，此次好的彩头，岂可不把？哎呀，小弟兄弟，哎呀，哦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兄弟，我了。你听，莫兰子的钟声响了，我去管在少时间你带把米饭回来。兄弟，此去莫兰子路途苦远，你赶去不会落空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们是先民中后吃嘛。这钟声正是关在的时候，小弟但放宽心，少时间你带把米饭回来。兄弟，你要早去早回。我去就来，去就来。兄弟，小弟，新娘子要等3朝以后才可以出来的哦。小等。甘于清贫的刘月娥，深明大义的严南珍，温顺贤良的李秀英。金采风用他深情的演绎、细腻的表演，把中国东方女性美的内在美刻画得丝丝入扣。碧玉簪中的李秀英，可以说是金采风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。下面就请大家观赏碧玉簪片段《归宁3盖1》。孩儿，你竟然为他将来，为娘心中十分高兴啊！今夜是为娘送他，我要与你谈谈家人利益。是，孩儿，来。启禀夫人，姑爷差人送来书信一封，姑爷说要小姐亲自查看。
像你刚问娘家，也许怎么是有书信来了？哦，母亲有女儿查说。书信到来，为了何事？母亲心中并无他事。只因伯伯年迈，父身侍奉，官人读书，要我做伴，我要女儿们，谁叫委屈？嘿，像你刚为娘家多在几月，少在半月，哪有谁叫委屈的道理？母亲，好，待为娘书信一封，叫叶先生来通知，也就是了。母亲，官人既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你今日放女儿回去，我改日再来侍奉娘亲。孩儿啊，像你家到王家只有一月，难道只有你不嫁，没有我娘家了吗？娘。就是叫委屈的道理，母亲。
既然要放女儿回去，又何必再令女儿死生一小你？什么？我留你一小，都留不是了。女儿今日不为这公主起走，我留你一小，小害你父亲杀我。母亲，此事来，你一定要回去。唐氏为娘，今日病死在上我前头，你也要回去不成吗？母亲，做
为娘不肯放你回去，你可知道是从你家到王家，把为娘相待。娘在家中是人恩情啊情，好容易盼到吾儿满月归，指望送去母女情。才知你代代丈夫也是虎，代代为娘人之命。我留一小多列国事啊，叫娘痛心。你要委屈，你就委屈吧，偏为娘当初不是，当初不养你就委屈吧。母亲，这都是女儿的不幸，母亲请
其中只有报名啊呗，定要让我上楼来。今日他回到娘家去，他二人又要再三思定位。我以为他定在娘家住一宿，就可以一封手书将他抬，谁知他原了去又原了回，导致我流难又来太难太。先生啊，先生，像你这种水性杨花女，有何面目到王家来？今夜再能来迎我，坐等天明下楼呀。
身上的菜多带薄，他今夜起飞要受爱人。我啥时叫他去爱情？那冤家是定不结好意，他把爱结将夜中定，像他这种不心海，我还有什么夫妻的情？我不顾冤家是恩仇，起了伯伯老他身伯伯他待我像亲生，更何况那王门与他带钉子，他动坏了对人，要结死了婆婆老他生人。我还是那一与他给。
一向里的周讨贫富孤处，谁知道这冤家他无缘无故竟抢我当做贼人。想今生乃是我满月之际，理该为做娘家母女团聚，这冤家他不知道按下了什么心计，他要我远桥而去，远桥而回，等我母女痛苦。冤家呀冤家，世界上哪有你这种？世界上哪有你这种不通情理呀？他既这样对待我任凭这冤家他动一笑。
生须，是郎才女貌皆乱叫。十月令这也好，他那也好，十月令貌也好，他才也高。我是可不应生心欢笑，谈什么同旁花烛早晨呀到，谁知道啊，进了王家是跌倒，夫妻是受尽年少，是出娘胎18载啊，这样的苦楚，我是承不了啊！天啊！我听
金彩凤说，她要感谢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同时，她也不曾忘记，是党和越剧院的领导给了她一次一次的机会，让她在舞台上崭露头角。有一次，我看到彩凤珍藏的一张旧照片，那是在一个小岛上，彩凤正在为一个渔民老太太演唱，因为老太太没能赶到剧场去看戏。我想，这也许就是金彩凤对所有人的一种回报吧。她把自己的真情凝聚在这一个点上，而这一个点，恰恰又是联系着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和良心。你绿
我临门，滴滴小雨当年日，王子娘亲杀情深，秋地太在赴约金，为的是吉利丞相救娘亲。天同地杀子你，真乃是娘心在不及儿生将心。
比心，我心中压力，岂能够为我母子团圆聚？恰害他出山母子两分开，心不用啊理不用，这为心的事儿我真做的儿你是与才这是单肩你与我快为转路
有一个人始终陪伴着他，那个人还是黄沙。他们俩曾结伴赶赴嘉兴观看姚水娟的盘夫索夫，他们俩曾经把家中的饭厅当作最好的排练厅，在这个狭窄的陋室里，不知捕捉到了多少创作的灵感。1987年，也就是黄沙去世的前一年，他们夫妻俩又共同创作了越剧《杨贵妃》，这是黄沙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。由于各种原因，这出戏已经绝迹舞台多年，然而在金采风的心底里，依然深藏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。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当年黄沙对这出戏的见解吧。史之乱呢，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，它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民族矛盾。这个如果说要追究这场祸乱的责任的话，那么应当讲是君臣误国。可是现在呢，把这个罪责呢都推在杨贵妃一个人的身上，这个显然是不公平的。因此呢，不管人们这个议论杨贵妃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，但是对她在马嵬坡被缢死这一点总是鸣不平的。那么这样讲呢，并不是说开脱杨贵妃的罪责啊，我只是想呢，就说怎么样更客观的来写好这个人物。好，下面就请大家观赏杨贵妃马嵬坡自缢。叹不知红年5月才能重返上恩哟。杨不中谁道歉？杨不中谁该万事？岂知万岁，杨丞相与北路军将士们猝死。
他对，为给他身居宫中，送过官员朝政，杨国忠与他又不是弟亲兄妹后才只有安谁？这个贵妃进宫，他有就往出面女色，不入朝政，唐色江水不用色配，百岁寒岁，贵妃是个祸根，必须死。百岁，江上为中美人情大，万岁顾见他穷。
妾妃都已知道了，得来相反虽拜平。这也是自产无奈，放你宽在夫妻情分，宽在大唐江山社稷，朕与你跪下万岁！你不要难过，妾妃知道事到如今，也只有这一条路了。万岁，你是知道，妾妃从来不可以操真的呀。万岁知道娘娘是无才的，这是无赦。万岁，朕为啥不顾此生？妾妃有罪。爱妃是朕深深的辜负你了。岂在万岁娘娘负责供奉李子，以快马送到下去。是慢，把李子呈上来。身上，身上。李子，爱妃，还是你自己慎用了吧。高公公，谁？你侍奉万岁辛苦了。来，你来吃几口吧。哦，老奴不过，万岁亲命进贡列子是作为娘娘使用的。作为我使用的，吃了李子去世，吃了李子去世。吃了李子去世，真是死而有矣，死而有矣。
兄嫂负心苦，无疑。若快进宫，十落在君王中无人比。从前李子一往昔，昔人从今起，命怪一生不由己，心于难，万事非。我一生喜爱阴阳与共舞，进宫博闻朝政是与君臣无国自何来？万人自卑马要骑，三女竟成了替罪臣啊！苍天有眼，当不义。谁知晓心真意切有分离，万岁他分离争辩非无才啊，奈何武将心头心头比较情。中苦思冤何故怪爹娘不该生我容颜。谁
望爱我永远里，两人千卷不分离。皇上爱我永远里，不顾乱人特子妻，将士们奴才我永远里。说什么与我君王成年女色，歌舞9年，多少人子子孙当国运三太张前前，前前上前前才你先将我养飞。
在上海越剧院啊，金彩峰有一位比他小30多岁的弟弟，赵志刚。提起这对姐弟，就不能不提另一出京派的代表作品《汉文皇后》了。当年已经成名成家的金彩凤，和初出茅庐的赵志刚搭戏，就是演了汉文皇后。也凭着这出戏，和另一出《花中君子》，托起了越剧界的一颗新星，一位难得的男小生人才。提携后人，关心晚辈，这是传统的美德。金彩峰不仅关心自己的弟子，他对所有的晚辈都怀着一种无分彼此的真爱和关怀。耄耋之年的金彩峰，不顾自己年事已高，今晚将亲自披挂上阵，和赵志刚合作，一戏姐弟情缘，岁月流失，真情不变。何苦是
你莫为财上孤上人。万岁，正气是有操作官的，倒没有什么。万岁，出身王家，总比操作过，但要保重身体才好。是啊，爱卿，今日寡人此房子，天下苍生家舍，耕作之间呐，一昨一晚来之不易，重复送水，实在不妥哦。7岁万岁娘娘，城门要外送来一年轻卵子，是趁着娘娘宝地请我头光平。现在宫外候旨，快去！苍天保佑，保佑来人，是我弟弟，那就好了。小民对光明，推行万岁娘娘。立正。谢万岁。今此人喜到了神官领，这贵人用一枚披头高，原是神地下宝，基地相承。哪里有缺牙龙，地灵精，哪里有姐姐她就是神医。怎么他儿臣是马路神？爱卿，对寡民，你进宫迎亲，可有标记之分？是啊，父爷，可有军员查明之分？是。小民父爷，可有父老乡亲为你作证呢？小民也父爷。哦，爱卿，不必难过，待国王再仔细分来。对光明，你家是哪里？慢慢讲来。万岁，假日在清湖中观金园，今年几岁了？年方18无数亿。何日与你姐姐分开？姐姐她12年也真着功，从此心体空沙地。你可记得分别时的情景吗？记得，快讲。曾记得那日相提观情意，姐姐对我情意里。姐姐怎样分开的？我年幼比姐举笔，要跟姐姐到宫里。姐姐当时怎样吩咐你的？姐叫我从此要听阿母话，莫要把事莫相信。我也明，姐姐她将做小脸为是非，讨来你病从记。阿母端出米汤水，令饮见我把
配呀心。陈光明，你可记得这位你弟弟知道的事？爷爷，快讲。有一日弟弟病重，我才上随弟弟饥肠辘辘去菜上，我推着上锅地下事，地破了脑后可姐姐。泪下伤恩永难拔。并不是。上姑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立足迹，泪落异乡早晨起，我桃山岗送行李，边迢迢赴魂皮，到头来没上。
娘为马做奴隶，负重苦水难土地，苍苍芊芊谁心哪里？12年来我父送去，谁相依情紧大郎东壁沿西江滚作离山，我是恨多呀长。金塔里层天怕是天心上，下在春怀七岁长，吉他里秋夜不灵，可体谅东西无语，衣裳，只为你领情有礼物所赐啊，只为你带着长台的机场，只为你终夜梦境枕边身，记起我问记里的年不相林溪里路边
谢谢，弟弟。辛苦，京派艺术终成正果，如今已是桃李芬芳了。在今天晚会结束之前呢，我们不想再谈成果，我只想问一问我的老朋友彩凤大姐，你还有什么遗憾没有？有，我的遗憾就是黄叔过世太早了。如果伊多活几年，看到上海的变化，国家的建设，子女的成长有多好啊！对。可惜他是看不到了，但是我的遗憾。这一位大家很熟悉啊，他刚刚从香港赶过来啊，是彩凤大姐的老搭档，也是我的老朋友，也是观众所熟悉的粤剧表演艺术家史继华先生。这个继华今天虽然到了，那就利用这个机会也给大家说两句吧。你叫我说东，我会对你好的。国家侬对俺囡女还有支持，国家侬顺帮打来阿拉批小不拉子打出来了，祝侬健康长寿，拥抱青春。我今朝呢，向观众讲点心里闲话。我今朝演出呢，一定是不够水平的，因为呢，我有的20几年没上台了，再讲我年纪已经大了，所以呢，不能够达到观众的要求。这是表示我一辈子演戏受到观众的欢迎都是厚爱，我是观众当中起来的，我是离不开观众，观众培养我，所以我今朝演出呢，是为了观众表示一点心意。如果有不到之处呢，请观众谅解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永远记住粤剧黄金，永远留住美好的回忆吧。观众朋友们，晚安。
一段段脍炙人口的京派旋律中，流淌着的是经典的形象、难忘的故事。从严兰珍到祥林嫂，从江水英到许广平，从李秀英到崔莺莺，我看过许多金彩凤的演出，一个个鲜活的形象，她那委婉中见刚劲，昂扬中显深情的唱腔，几十年来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今晚，各路弟子汇聚一幅舞台，将为大家呈现一台金彩凤舞台艺术专场的特别之作。我看过金彩凤的表演，特别是彩楼记这个人物，是他塑造的最有特色的一个形象，也是他念念不忘的良师益友黄沙亲自指导的戏。一出出京派艺术经典剧目的诞生，正是他们俩为粤剧艺术事业携手奋进的最好见证。彩楼记剧中人的甘苦与共、不离不弃的相守，也让人联想到台上台下共同走过风风雨雨的粤剧黄金。小弟话来呀！太相亲。
从莫叫啊？小气从莫叫。哎呀，叫我怎样过去你？娘我扶你过去。小弟。秀才，这路怎么搞起来了？这是上坡，一过去就是变坦大道了。叫我怎样上去呢？哎呦，我留你一小，小害你夫妻失和。四次杀来，你一定要回去。唐氏为娘，今日病死在上我前头，你要回去不成吗？母亲。
嫁到王家，把为娘相待。娘在家中是人恩情啊情，好容易盼到吾儿满月归，指望送去母女情。才知你代代丈夫也是虎，代代为娘人是命。我留一小多列国事啊，叫娘痛心。你要委屈，你就委屈吧，偏要当初不是当初不要，你就委屈吧。母亲，这都是女儿的不幸，母亲亲上
有报名啊呗，定要让我上楼来。今日他回到娘家去，他二人又要再三思定位。我以为他定在娘家住一宿，就可以一封手书将他抬，谁知他原了去又原了回，导致我流难又来太难太。先生啊，先生，让我依扶你过去啊。你前面领路。我要迎难走，真难来带我去穿河，现在小姐，你怎么啦？走不上来了。走不上来了。那么，啊，让我来扶你，好吗？回首但见白云雕，回首白云抬头只觉红日晴。抬头红色晴。哎呀，现在我此事归去，夫君的家园。不原谅，不原谅，现在心明了。明日里
要叫知啊，小弟。放下的起身来，慢慢一步向心慌。听得秀才来相劝，不与我心慌。寒舍是什么贵妇啊？连房子都没有，是什么寒舍？这就是房子啊！这是一个土墩墩，怎么说是房子呢？这个土墩嘛，就是房子啊！小姐，不要地哭，不要地哭。秀才，我不哭，我这是手里没有房子。小姐，不用烦恼，等我们事后私有发觉，把它考虑并立起，哪怕没有房子啊。可是事情是在这里，岂不凄凉啊？哎，小姐，你看此地山花土香，莫着动具，青山绿水是佳鸟真美。你闹得很，不会凄凉，不会凄凉的。哦，小姐，门在哪里呀？这就是门啊，这是一条破鞋子，这叫做院门。好一个院门。小姐，这门外看似如此，可是这里面啊，倒是比喻一番风光哦。里面还比喻一番风光，把俺团这个风光嘞。哎呀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呀，头疼痛了。你怎么不小心？我来与你敷敷痛。啊，小姐，带我先进去，双儿用手搀扶小姐。哎，小姐，来。哎，小姐，这是离门一路，进来可要低头的哦。哎，小姐。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头可以抬起来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不好不好，房子倒下来了，房子倒下来了啊！小弟不会倒地，不会倒地，只是用火烧炼过的，坚固得很哦。
房子造得好巧啊！没有梁，没有字，没有柴，也没有瓦，真像一只谷子。哎，明明是房子，怎么说它是谷子？小姐，这有个药啊，什么药哈？叫做安乐苦啊。安乐苦。七部门君子，食无拒饱，居无拒安，由此图药，我安而居之，岂不是安乐苦啊？好一个安乐苦啊！现在大厅在哪里？大厅，哦，在此地。子房在哪里？子房也在此地呀。那我房又在哪里？我房嘛，也在此地嘛。哎呀，现在我看你呀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笑什么啊？喏，大厅在这里，子房在这里，你的我房又在这里。地方只有这么大小，只好都在此地呀。哎呀，那真是巧极了。巧什么啊？巧的我爹娘没有接我家长，要是有，现在你看该往哪里放哟？对呀，小姐没有家长，小生没有厅堂，真是巧啊，不必取笑。现在，这个破布头又有什么用处啊？谷子，这样小，够谁吃完呢？我一个人吃也就够了嘛。时间2公上了。对呀，事情有你我后人了。我梦真一时，家口真多，紧张事哦。小姐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一人吃完，一人再吃。哟，那岂不累苦了我？小姐，不用着急，等我明天买一个大的。你这样大的，也是够你我二人用了。最好了。现在，这些杂草又有什么用处啊？这是啥？什么草？叫做养生草。养生草。小姐，不瞒你说，这是我夜里晒的上铺啊。这是你夜里晒的上铺。像你这种水性杨花女，有何面目到王家来？今夜怎能来临我？坐等天明下流呀！
今生夫妻难将眼中定，像他这种白心海，我还有什么夫妻的情？
倚在这上面，谁嘛？啊！我也在上面睡。小弟，谁在这上面，暖和得很哦。我本是相夫。今生一
山河寒鸦岁月间，他日步云天，难忘小姐待我情意重。都得小弟金口玉意，此次小弟请上随我一把，不罢也罢。此次好的彩头，岂可不罢？哎呀，小弟秀才，哎呀，哦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秀才，我了。你听，莫那日的钟声响了，我去管在少时间你带把米饭回来。秀才，此去莫兰是路途苦远，你赶去不会落空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们是先民中后吃嘛。这钟声正是关在的时候，小弟但放宽心，少时间你带把米饭回来。秀才，你要早去早回。我去就来，去就来。秀才，小弟，新娘子要等3朝以后才可以出来的哦。小等。甘于清贫的刘月娥，深明大义的严南珍，温顺贤良的李秀英。金采风用他深情的演绎、细腻的表演，把中国东方女性美的内在美刻画得丝丝入扣。碧玉簪中的李秀英，可以说是金采风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。下面就请大家观赏碧玉簪片段《归宁3盖1》。孩儿，你竟然为他将来，为娘心中十分高兴啊！今夜虽为娘动他，
我要与你谈谈家人利益。是，好啦，来。启禀夫人，姑爷差人送来书信一封，姑爷是要小姐亲自查看。孩儿啦，像你刚回娘家，也许怎么是有书信来了？母亲用女儿查说。书信到来，为了何事？母亲心中并无他事。正伯伯年迈，父身侍奉，官人读书，要我做伴，我要女儿们，谁叫委屈？嘿，像你刚回娘家，多才几月，少才半月，哪有谁叫委屈的道理？母亲，好，待为娘书信一封，叫叶先生来通知，也就是了。母亲，官人既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你今日放女儿回去，我改日再来侍奉娘亲。孩儿啊，像你家到王家，自有意愿，难道只有你不嫁，没有我娘家了吗？娘。就是叫委屈的道理。